迎翻嚟點知講同志，我係主持馬天娜。咁今集嘅主題呢，係需要落個提醒先嘅。因為呢，今集會講到10月涉及到女同志同扮 TB 嘅案件啦。咁雖然唔係完全圍繞翻單案啊，咁但係因為內容嘅性質嘅關係呢，如果你聽到覺得唔舒服嘅話呢，咁我建議你 skip 咗今集，我哋下一集再見啦。咁今次呢一件由傳媒形容為扮 TB 同扮女同志嘅性侵犯案件呢，喺2021年嘅10月就告一段落。咁7位來自6男1女組成嘅陪審團呢，以5-2嘅票數判案裡面嘅被告曾子豪強姦罪就不成立。咁判決其實引起咗香港嘅女同志社群以及唔少嘅公眾譁然啦。咁大家由法律上面嘅罪行元素定義，包括罔顧啊、真誠相信呢兩個字眼，以及係陪審團組成等等嘅話題咧，都各抒己見。咁早前其實我都投過稿上立場新聞啦，咁講過單案對於女同志嘅文化同埋社群有啲乜嘢衝擊。咁所以今次嘅 podcast 咧就唔係再做呢啲情感發言啦，而係我哋去延伸今次嘅話題，就講下同志同埋女同志嘅網上交友。除咗叫大家謹慎啲之外，仲有啲乜嘢係可以討論嘅呢？以及我哋理解性侵犯案件嘅時候，成日都要講同意，咁英文叫 consent 啦。唔同地區嘅法律係點樣理解同意呢個字呢？咁同意之外，仲有啲乜嘢要考慮嘅呢？咁首先講下女同志嘅網上交友圈子先啦。咁因為件事就同女同志比較相關，事情發生咗之後呢，女同志嘅圈內都有唔同嘅聲音去關注呢件事。有人覺得係事主係被害者，所以要支持佢。但係亦都有人好奇問翻個事主點解事後仲要 send 翻個 message 問個男人問題，亦都有人問點解要咁心急直接上房啊？見下面先啊，食下飯先啊，飲下杯咖啡先再考慮下開唔開房。咁我亦都會見到有聲明呼籲大家網上交友嘅時候要謹慎。咁老實講呢，上網交友要謹慎呢個概念其實10幾20年前就開始有人講㗎啦。咁根據呢個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嘅助理教授陳力森喺立場新聞嘅 podcast 上面所講呢，其實每一個年代有新嘅交友模式嘅時候呢，都總會有人係好擔心啊，好擔心會識到壞人啊，亦都係好慎防新嘅交友模式嘅，即係由面對面交友到打電話交流到網上交友，其後到即係 ICQ 啊、MSN 啊、Yahoo 啊，去到而家用交友 app 咧，其實每一次嘅轉變咧，都會有人慎防識到壞朋友嘅。咁所以其實老實講，呢個概念就真係唔係新料嚟嘅。如果有人知道我講緊型英帥靚正係咩意思呢？咁你應該係同我差唔多年代啦。以前我哋交友，你都可能會聽過有人有筆名啦。咁時至今日，而家交友嘅匿名性仍然存在嘅。例如我哋以前用 MSN 啊、ICQ 嘅時候，都會叫大家用翻個網名啊，唔好咁容易透露自己個人資料啊，唔好話俾人哋聽你住邊度啊、電話幾多號之類。咁我哋而家見到有網上詐騙呢，裸聊勒索啊，或者喺個電腦後面認識朋友，就點都會比你面對面交友嚟得複雜嘅。即使你揾到個善男信女，都唔等於對方適合你㗎。如果下下謹慎交友就可以揾到個善男信女，而且又咁啱自己嘅話，個世界就唔會有咁多嘅交友 app 啦。無論你遇到壞人都好啦，定係遇到唔適合嘅人都好，網上交友本身就係存在住一定程度嘅風險。係睇大家點樣去衡量嘅啫。就正如你唔會因為自己人身安全嘅原因而唔出門口、唔搭車或者唔搭飛機咁樣。我哋認識每一個陌生人嗰陣呢，其實好多時我哋都會透過以前嘅經驗啦，慢慢累積經驗同埋應對嘅方法嚟保護自己，去量度自己同對方之間嘅距離。咁但係有陣時，如果你真係唔夠信心相信對方啦，咁啊唯有搬出一啲所謂嘅審核機制啦，嚟認證對方嘅身份。但係其實咧嚴格啲嚟講咧，操作係的確有困難嘅。咁以前我入過一啲女同志嘅 WhatsApp 啊、Telegram 嘅群組啊，佢哋就話要錄音啊，又要影相啊，即係你仲要係特登影一幅相，就唔可以 post 你以前有啲相咁樣。如果你係相信網上有壞人嘅話呢，要做假嘅話，其實一定做得出嘅嚇。咁所以其實講謹慎兩個字呢，老實講真係實踐起上嚟就其實幾無力。
而所以今次咧，我哋就不如講下點解要謹慎，同埋女同志交友點解要謹慎，或者係同志交友點解要謹慎。有人同我講咧，如果上網揾陌生人約一夜情咧，就最好有另外一個電話號碼，或者係用一啲唔會公開到自己電話號碼嘅 app。咁我估大家都係着緊自己私隱嘅話咧，其實呢啲都唔難做到，呢啲只不過係你點樣去喺你個 app 度 set 你啲設定嘅啫。而點解同志交友要謹慎呢？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唔係每一個同志都能夠承受自己嘅身份俾其他陌生人惡意公開，而網路欺凌，甚至去到勒索啦。之前喺男同志圈發生嘅 N 號房事件呢，其實涉及嘅人係唔少嘅，咁但係又唔多人挺身而出。當中好可能嘅原因就係擔心自己企出嚟講，唔單止要面對大眾，要知道佢對呢一單案有關嘅揣測，要攤開自己嘅身份去面對，又未必好多人能夠理解，甚至會有圈內嘅人士笑佢傻，笑佢唔好彩。咁喺咁多重重嘅壓力同埋不確定因素之下呢，其實係好擔心會發生一個不可逆轉嘅後果。咁所以同志本身識朋友呢，係有多一重嘅困難嘅。咁因而啦，有同志就會用同志專屬嘅平台同埋裡面嘅群組互相慢慢認識，至少咁樣就可以俾多啲信心自己，令到自己知道呢一班人呢係來自一個自己人專屬嘅 app 裡面嘅新朋友嚟嘅。我唔需要咧就由零開始慢慢去探索佢係咪 les 啊，或者佢係咪自己人啊，慢慢去認識對方，亦都唔需要即係慢慢傾偈，慢慢睇佢啲字眼去揣摩佢會唔會對自己同志身份有惡意。咁而喺女同志嘅交友群組當中呢，其實一路都係彌漫住一股不明言嘅隱憂嘅，就係擔心裡面會有非女同志而認同自己係男性，想潛入去嚟望下一個好多女人嘅地方。咁不論佢有冇惡意啦，單純嚟望下，定係想全心做一啲有利於自己嘅事，女同志面對陌生嘅環境呢，係好唔容易放低對男性嘅隱憂，咁因而會發生一啲狀況呢，就係濫殺無辜啦。即係例如可能係一啲男女性別之間比較浮動嘅，或者係打扮上面唔係好 typical 嘅一啲用戶呢，佢哋就好容易被 ban 啊，或者係誤以為係存有居心嘅男性而踢佢哋出去啦。時不時咧又會有人話啦，唉，女同志好接啊，好少 les bar 啊，女同志都唔出嚟玩啊。如果要真係仔細諗咧，呢啲嘅説話會唔會係同女性喺社會被視為要早啲翻屋企啊，唔好咁夜翻啊，唔好咁夜蒲啊，同埋唔會公開講自己嘅情慾身份有關呢？好啦，再翻嚟今次事件衍生嘅討論。如果你同我同年代嘅朋友呢，你應該會聽過電視廣告裡面泡泡龍教你呢，如果遇到性侵犯嘅時候要大聲叫唔好啊咁之類嘅説話啦。要講到性暴力咧，性侵犯嘅罪行咧，其實往往會同二元性別男女喺社會嘅地位有關啦。咁今時今日，香港依然用緊嘅強姦案嘅背後咧，仍然沿用緊以前喺英國法律裏面女性被視為係男性嘅資產嘅邏輯。咁女性嘅自主權就根本唔存在嘅。而當時強姦罪之所以成為罪行呢，就係因為有人強行奪取咗男性嘅資產，就好似有人特登搶你銀包，咁你要告翻佢偷嘢咁樣。咁當然你要告佢嘅時候，個法庭上面係唔會去問翻個荷包嘅 concern 噶嘛。咁所以按照呢個邏輯呢，當一件資產係唔識 say no 嘅時候呢，擁有佢嘅人先可以提出反對。咁當你睇翻唔同地方嘅法律啦，例如香港啊，都會特別去寫男人唔可以扮人哋嘅老公去侵犯對方老婆，亦都係基於呢個出發點。咁今時今日聽就梗係會覺得好黐線啦，因為咧喺呢個條文之下咧，女性係完全冇人權嘅，亦都係應用喺今次嘅案件之中咧。好多時候判斷嘅重點都完全係忽略咗事主嘅主體性同埋佢嘅意見啦。當個社會開始意識到女人其實係有得 say 嘅，就開始發展出討論到底個女仔同唔同意嘅問題啦。但係點樣俾對方知道自己同唔同意嘅呢？呢個亦都係好多性暴力刑事案會討論嘅罪行元素。咁到底同意係要講 yes 我願意啊，定係唔講 no 我唔同意啊？就等同於默許同意啊？咁呢啲字眼或者係究竟有冇講嘅呢啲討論呢，其實就可以籠統地歸類為 yes mean yes 同埋 no means no 嘅。
咁我哋就不如討論下唔同地方嘅法律點樣去引用呢兩個邏輯喺佢哋嘅法律裏面啦。咁有一個 no means no 嘅版本咧，就係發生喺德國。喺修例之前咧，根據德國嘅刑法第177章對強姦嘅定義咧，如果一名女士冇辦法攞出例如佢身體上面有瘀痕啊嘅證據去證明自己曾經用過肢體動作去反抗過對方咧，咁其實被告咧就唔會構成性侵犯罪啦。咁但係咧，因為喺2015年科隆火車站同埋大教堂附近咧有一個狂歡嘅 event 啦，咁亦都爆發咗大規模嘅性侵同埋搶劫嘅案。警方咧喺2016年咧一共收到300幾宗涉及性侵嘅報案啦。但係隨後咧有好多報稱受到性侵或者性騷擾嘅女性咧，因為發現自己冇辦法證明自己有用肢體反抗過，或者係當時自知自己冇力反抗啦，咁所以就冇反抗啦，而完全冇辦法為自己討回公道。咁唔單止喺法律上面係冇辦法證明性侵發生過啦，甚至可能會因為懷疑佢提供虛假嘅證供而被個男性被告索取賠償喎。於是後尾咧就群起發出要修改法例啦。咁半年之後咧，德國下議院就通過咗一項修改強姦案嘅議案。咁受害人咧就唔必要證明自己用過肢體動作去激烈反抗，就咁證明佢曾經有口頭反對過就可以啦。1970年代嘅美國咧，喺第一波嘅女性主義運動之中，當時運動者咧就想爭取一個叫做 empowerment self-defense 嘅概念。咁意思即係透過自我嘅防衛嚟強化自己喺社會中嘅權利。咁於是就開始有人提出 no means no 嘅概念，意思即係當一個人話唔好就等於唔好，而對方咧係要停止。咁佢嘅原意其實係假設，如果一名女性受到侵犯，當佢講唔好、唔要，而對方係仍然繼續嘅話，咁就係對方有罪啦。但係後尾呢個概念咧係被批評嘅，因為其實咁樣咧代表當事人係要背負住要主動叫唔好嘅義務，亦即係話咧，如果事主喺發生件事嗰陣咧冇辦法用言語去表達 no 嘅意思咧，就喺案件審理嘅過程之中仍然存在爭議嘅。除咗 say no， 針對性方面嘅互動咧，仲有另外一個邏輯，就係 yes mean yes 啦。咁喺2014年咧，美國嘅性教育開始教導正面嘅同意，咁英文叫做 affirmative consent， 即係喺性行為之前咧係需要獲得雙方嘅同意，或者係涉及嘅幾多個人同意啦嚇，以 yes mean yes 而取代以前嘅 no means no， 希望藉此去提高學生對於自己同意同埋自主權嘅意識。咁而喺丹麥同埋台灣咧，現實都提倡緊 only yes means yes 嘅，即係如果冇同意就等於性侵啦。咁即係強調性主動嘅一方有責任去確認對方喺完全清醒嘅情況之下同意性行為嘅，而唔係用冇人講唔好，我估佢係 OK 噶啦，或者係佢冇話唔好啊，咁我估喺嗰一刻我哋情到濃時就得噶啦，呢啲嘅模糊態度去侵犯對方。咁 only yes means yes 嘅主張咧，就係 no means no， 代表所有人都有權利去拒絕唔愉快嘅性要求，有辦法講 no 嘅權利。咁然而有好多嘅性侵害嘅被害人，可能連講 no 嘅權利都冇，就俾人侵害啦。所以 only yes means yes 咧，亦都係鼓勵溝通要透明化，避免性嘅同意成為性侵害事件裡面能否成立嘅爭議點。亦都希望降低性行為為雙方造成傷害嘅可能啦。咁但係儘管由 yes means yes 或者係 only yes means yes 啦，我哋係點樣實踐嘅呢？例如我哋係咪一定要講 yes， 即係 yes 呢個 yes， 我先可以為之同意發生呢？但係我哋好多時候即係例如廣東話，我哋好少會講 yes 啦，或者係我同意啊，或者係我願意、我容許呢啲字眼啦。喺一啲私密嘅情慾互動或者係性行為之中，我哋成日都會講情到濃時，情到濃時係咪？我哋係咪一定要等到對方話 yes， 我哋先可以繼續呢？即係例如我哋佢話 yes 可以嘴嘴，咁但係又冇話 yes 可以摸胸咁樣，我哋係咪就一定要每一下都一定要問我可唔可以摸下面啊？或者係進一步嘅行為，每一下都一定要問 yes 先可以繼續嘅呢？如果要約一夜情，係咪又要好似簽合約咁樣寫明接受啲乜嘢，或者係唔接受啲乜嘢先可以開始呢？
我哋提出呢啲問題並唔係話 only yes means yes 係錯或者係冇用，而係要提出無論 yes 或者係 no 都好咧，其實舉證係一樣困難嘅，因為要證明被害人同唔同意，仍然係依靠唔同方面嘅證據，例如佢嘅肢體動作啦、肢體語言啦，有冇開口講出聲，或者係其他一啲講唔出聲、做唔到動作，但係嘗試表達嘅一啲信息等等。而家有好多人提起 consent 呢個字，例如成日都要講話我哋同對方互動要得到對方嘅 consent 啊，要 consent 先可以做以下嘅行為啊。咁但係同意同 consent 嘅背後咧，其實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就係知情啦。例如我哋簽合約嘅時候，都要知道個合約裡面啲條文話俾我哋聽有啲咩嘢要注意啊，或者係有啲乜嘢風險啊。喺基於有資料充足嘅情況之下，我哋先可以表達到真正嘅同意或者唔同意。所以呢度其實都衍生咗一樣嘢，就係如果我哋當時將同意視為定義有冇性侵犯嘅元素，其實係假設每一個人係有完全嘅權利知道所有嘅事情，知道對方嘅資訊，先講得出自己同唔同意嘅。咁但係好明顯，今次嘅事件當中，我哋感受到，我哋觀察得到，當中雙方知道嘅資訊係唔完全啦，亦都唔係一致噶啦。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大家除咗講 consent 之外，亦都係要加強翻講 yes 背後係咪每一個人都知道自己講緊 yes 嘅情況係點嘅呢？唔知道大家會唔會經歷過一啲場合，就係其實你個內心唔係好想做嗰件事，但係因為對方嘅嘴臉或者係地位，所以你只能夠講同意。如果發生事情嘅場景本身就係存在權力不對等，人哋可能控制緊你人身自由，或者係你嘅財政自由，係咪就只能夠透過當事人有冇得講 yes no 或者有冇反抗去決定嘅呢？就留待大家去諗啦。今次嘅案情就結束啦。除咗有更多相關嘅思考，我哋作為旁觀者，其實可以講下 empowerment 充權嘅重要性嘅。充權其實可以由一步一步去做起，例如俾翻當事人表達翻佢嘅諗法啦，由佢自己去決定自己想點，再進步一啲。係有一啲書係講到話，即使經歷過性侵犯嘅人，佢哋都可以決定唔報警、唔告對方，當事情發生咗咁樣。咁當然呢一個係一個基於佢審慎嘅思考，佢覺得權衡過自己嘅經歷，佢唔想涉及到法律嘅成分，佢先至可以做到嘅決策啦。咁樣嘅立場呢，其實都點出咗一樣嘢，就係我哋如果遇到有性侵嘅當事人嘅時候，到底佢嘅話語權，佢把聲係去咗邊啦？因為性侵嘅經歷者其實唔係永不翻身嘅受害者。如果我哋淨係一味保護，覺得佢哋好慘啊，好唔好彩啊，甚至覺得佢哋係有缺陷嘅人呢，其實旁觀者都會成為之後打擊當事人嘅一群人。而家有機構開始唔用受害者嘅字眼，而改用幸存者，幸福個幸，存在個存，就係想表達佢哋唔係永遠嘅受害者。過往嘅研究性侵犯嘅文章都有指出，部分發生性侵犯嘅動機其實唔係為咗性歡愉，而係權力嘅剝削。如果我哋唔係當事人嘅話，其實可以鼓勵當事人將經歷過嘅傷痛轉化成為佢嘅話語權嚟伸張佢嘅公義。你可以鼓勵佢用唔同嘅方法去表達佢嘅傷痛或者創傷，希望一步一步令佢哋走出嚟，或者係抒發佢哋內心嘅掙扎同埋自責啦。喺香港2021年5月嘅時候呢，480.0藝術空間就舉辦咗一個名為 One in Seven 性侵幸存者的一物嘅展覽。咁喺展覽裏面呢，幸存者就講當佢同身邊嘅人講自己被性侵犯嘅時候，遇到好多嘅反應呢，就係唔信啦，同埋反問翻幸存者佢哋。而每一個唔係啩，或者係一啲好好奇嘅問題，其實係會導致你間接成為一個加害者，因為你嘅問題導致咗其實幸存者係需要再 review 翻成件事，或者係要將啲情緒再次翻湧，話俾你聽發生過啲乜嘢，所以佢要咁樣嘅決定。而假如有一日你身邊就有一個當事人，
請你將你嘅精神同埋關心放喺佢休息、飲食上面。希望呢位當事人可以好好生活，好好照顧自己。咁今次嘅討論同埋分享就去到呢度啦。希望啲問題咧可以刺激到大家去諗下，其實除咗呢件事我哋要講小心啲之外咧，其實仲有好多嘢係可以討論，亦都可以將呢啲討論化成更加多嘅力量，希望可以改革到無論係法律條文啦，或者係我哋對於性侵犯嘅態度，或者係處理嘅方法嘅。點知港同志係一個以香港同志角度出發嘅 podcast， 希望可以將大家喺生活裡面嘅性別同埋同志嘅議題，用廣東話聲音同埋文字嘅方式保留同埋流傳。每一集嘅 podcast 我哋都會製造文字檔，俾唔方便聽聲音嘅朋友都可以聽到我哋嘅資訊。多謝你收聽呢個節目，而且聽到最後。假如你對於今次嘅主題有共鳴，而且你想分享你嘅故事俾我哋知道嘅話，歡迎你喺 Instagram DM 我哋 PrideLabHK。如果你想收到下一集嘅內容呢，就訂閱我哋啦。咁歡迎你可以喺 Apple Podcast 裏面留言同埋俾5星嘅回饋，你嘅支持同埋鼓勵將會係我哋默默耕耘嘅動力。咁今集就講到呢度先，希望下次同你點止講同志。